看到甜心啊，老七先生后背一台法会冇哦，看到有暗阳的法会啊，新冠地度哦就哇开哦，先生，嗰種鐵板嘅人嚟到呀華海嘅素菜呢，哦，要華海嘅素菜嗬，唔係全部要學落嘅，唔係攞好多年咯，係啊，沒有啲咧從中南啊，跟譬如上來到新竹嘅南寮啊，上來到了桃園咧新屋觀音啊，上去都其實嘅淡水嗰邊條板咩人行嘅喎。哦，所以淡水嘅素菜嘛，要青島人客家人都上次嘅啲從李登輝先生以前係行淡水嘅片。哦，見邊啲咧來賓啊，哦個鐵片呢，咪談講係俄羅斯人咯。俄羅斯人咯。係啊。唔看到嘢嘛？金髮碧眼。談講係。係哦。咁我嘅有槍說，歡迎安妮。安妮你好，大家好。冇唔錯，準備就係俄羅斯人講嘅安妮我來挑戰衣服啦。我今天準備好了，好，那係你，是不是？不你耶，安妮刚刚教我。对啊，安妮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节目里头呢，有你们这些外国朋友来了，我们就觉得好开心。我们也很开心。对呀，那今天到底要来做什么呢？你大概知道了吧？我知道哦，我们今天都是为了爱的。为了愛是不是？我什麼都做，我都為了愛做的。那今天的主題我看一下，太適合你了，太適合你耶！今天的主題就為量身定做、量身打造的音符哈，是音符，是音符，意思就是呢，我們準備要出任務了。你今天的主題有都 V I 走天涯。為愛走天涯，為愛走天涯，是不是很適合你？真的很適合我。對，會有3個任務，3個任務。任務1，任務1，身強體壯，身強體壯，身強體壯，對，身強體壯。任務2，馬到成功，這個好啊，馬到成功，這個我最喜歡。我好愛馬，對不對？我很愛，我們最期待的。祝福人家，我們都祝你馬到成功啊，都是一個很好的象徵。你們對我太好了，謝謝。任務3，講多長音，講多長音。哦，美豔絕倫，就是美到好，讓人眼睛要這樣。哦，你好美哦！講多長音，你很美，太美了！哇，你好漂亮哦！喂。今天3個任務呢，你不用擔心，每一個任務裡面呢都會有幾句的那個客語，那今天我就會請徐老師來教你，你不懂的盡管發問，我們2個會在旁邊協助你，好不好？祝你馬到成功，為愛走天涯 ，Go！俄羅斯籍嘅安妮因為當中意東方文化，第2011年來到台灣學中文，未做馬到老主持節目。聽講安妮當想做台灣新秀，故所基地製作單位啊，就安排3個任務，總下都係老愛有關係。第一關就係要對身強體壯開始了，地點就係喺桃園新屋嘅九島休閒農場。先生來跟安妮介紹一下，體咧，太尊廣場。太尊廣場哦，還有我們去搞過我們去玩過的七彈場。七彈床，看到安尼嘅筆筒，所以我哋可以。或者창族派，豫章堂古厝呢。豫章堂。呀片的地方嘛，要火鳳舞，這是法文嗎？火鳳舞。今邊嘅任務，老也關係嘅嘛，嗬。第一個任務就係老一間羅浮火房有關係咯，一間火房屋啊，係喺民國35年起嘅。方面羅浮嘅子孫羅文輝，也就係農場嘅主人，老一片變做以有機菜園為主題嘅休閒園區。那我們現在要進入主題咯。音符哈，春任務。啊，出任務了。第一關，我們的第一關，身強體壯。我哋今日素材就係提下嘅
有機菜園，有機菜對園。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嘞？看马上吼，种菜种水饺。哦，我刚才那天问你，穷还比谁种菜啊？哎，看誰種菜種得最快。我们2個嗎？我们2个种菜吗？我连煮菜都有困难了，还叫我种菜？哎呦，甜心，小麥嘅喏，種菜專家就點解順好啊？羅文比種有機長菜有30年嘅經驗嚟，嗰時係因為阿爸講硬話，才開始做一項石頭。目前佢種嘅有機菜，當受到大家嘅歡迎哦。你的小孩好漂亮。对呀，哦，呀，好漂亮，好嫩哦！要怎么采菜？从头来放起来，轻轻的就可以对，吗轻轻的看起来很简单。这个叫荷叶白菜。哦，这个品种叫荷叶白对菜。对，然后这个泥土很重要。我看到这个图好漂亮哦，嗯这个图好像那个我们那个煮的那个咖啡的咖啡渣，对不对？漂亮的因为图，我们用有机肥料。老太公講啊，種有機菜奶肉係輕鬆一味，除咗做唔得要重金屬嘅污染以外，韓國啊，大概做一段時間就必修改，過來就可以絕對做唔得瀉藥嘅。誒，日到2、3日種菜之前，老太公啊，我半日到一隻小任務哦。尽管出題吧，我們認了。我们来采菜，采菜是不是？这2步，采菜比啊，这样这边一步，这边一步。太辛苦了吧，老板？不是辛不辛苦的问题，是太多了真，的我们太多了2天都采不完了，何况我们要在1、2个小時裡面完成呢。怎么办？来，我知道你这个是有一些是供应给学校的学生吃的，对不对对？等我们采完它就饿挂了，我们加油！尽力了，好不好？加油来，尽力了哈，好，来等，啊，因為我們要現在注對對學可以哦。好這個匙、匙子，我們說筆筒，筆筒、笔筒，筆筒，筆笔筒，筒，好，对，好，蔬菜我們蔬說菜、搶菜，搶菜，摘了以後，最後要送出去之前呢，要洗乾淨了哈，洗槍粒，西牆梨，燙青菜，嗯沾醋和醬醬油哦，对，好吃哦，哦。醬醋好吃，對那不對？是最棒的，又健康哦。哎，嗯，然後醋呢？我們說吃吃，吃好，你想買嘅哎，香肉，香龍，你想買嘅想買給安香安，香河呢？你香竹，哎你香琪，哎，好姓什麼？我們說香麥雞，香買嘅，哎，哎呦，安兒呀，你嘅客家話嘅發音有啲會奇怪呢，我再講加油，嚴格準的喂。一下嗬，日哋愛先認真摘菜啦，日哋有機搶菜呀，都係老太公嘅寶貝喲，日哋小心摘啊。呀，OK 了对，好，走了，收工了來。這個吧。回來。好，不就這樣子嗎？真正的比賽在這裡，為你們。還有比賽嗎？安妮，我們剛剛不是已經比賽？這個我們終於 OK 啦，我們常玩嘛，對不對？好了， 100幾圈？20圈先好了。 ？10圈是不是？預備。啊是玩這個。哦，不是那個嗎？就不是這個啊101菜譜。對，101菜譜。你取這個名字是因為它的形狀嗎？對，本來只可以種1顆菜啊，嗯，現在可以種到25顆菜。我們要怎麼比賽？現在等一下，你又想要怎麼樣泥土？現在填進去啊我們，把泥土嗯，捧起來。捧起來，要用手捧哦。對，把它放進去，一直放到滿，然後我們有菜苗在這邊。可以用。這種要怎麼拿呢？就是說要從屁股這邊把嗯，它輕輕的擠上去，擠上去，啊，擠上去，像巧克力一樣，像這樣子，哎，啊好，這樣擠出來，這樣。啊，這個就是我們看到那個很健康的那個根呢，對，皮然後再把它種到這個洞裡面去，放進去嗎？對，要種下去，種下去，對，這個是為你們設計的，真的為我們設計為你們的，都市人設計的，對，替我們都在家裡可以種菜。一個1人1菜園係老太公嘅發明，目的就係希望大家都做得識到康健。不過啊，知道當地喺比賽之前，小奶安兒，你冇想到啊，其實發現你啦。我放馬來，
冇按改。哎呦喂呀！大家夾看啊，呀現場哦，係富士餐廳哦，比賽哦，直接對安兒老甜心 PK 哦，變做2位名老百歲人類組 PK 啦！到底哦結球不樣板哦，就繼續看下去了。你們小看我，真的。我们小看你，有。对他吃的菜不，他他吃的菜不见得会比你的少哦。我就懂厉害呀。哦，看你的手，然後看我的手，這就是工作手。你看，你看。哎呦，人哋兩組人馬吼，冇啲嘅一記來一記去，非法按到做乜嘅，直接做拿。目前戰況吼，看起來係無輸無贏，兩組嘅進度吼都差唔多啦。最明顯贏嘅吼，就做得老一人一菜嘢，帶着媳婦卡中哦。你站嘛？等一下，我站在这边一下嘛。那你收不起，那你收不起来。我不管了，快点！我们结束了，结束了！甜心啊，你要按小人啦。唔過我看一下吼，安兒，你一定還有2隻盲中到呢。我剛剛被你壓一。沒關係，有時候也可以輸，沒關係，輸的也沒有不好。對啊，怎麼樣？有沒有經過我一壓，整個人生都不一樣了，對不對？開了，前面開了，是不是？不帶牙兩處慢一壓，这个百歲人類。他剛好偷我們2顆，排隊。他剛好偷我們2顆。你付了他多少錢？排隊。你收了他多少錢？安妮，他真的做好了我跟你講，我們老師是吃素的，对，吃素，他搞法是窄，但是其實我跟你們說，輸給你們也沒關係，我還是覺得很幸福。我就是要贏這個回去給他做。好。他吃素，孩子拿去了。好，你我好哈发复習啊哈，池塘的池，食堂怎麼說？記不記得？筆好，筆筒，筆筒，嗯筆筒，搶蔬菜，菜，搶菜，搶菜，菜，洗，射槍哩。誰強力？等下你的手要射槍哩。這個粗我記得，啊，是，你看我記得，對，吃，好，對。啊，你這個最有用的，你出去就給我們了。香馬雞，哎，香馬雞，香竹，香馬雞，香竹，哎，你香馬雞？哦你，看菜食飯，哎，看風出船。看有什麼菜啊？我要吃多少飯？有的很下飯啊，就會吃很多哈。哦，你這個可以吃很飽哦。就要看着風，今天風怎麼吹，我們怎麼出船，能不能出船哈？那這就是什麼意思呢？相機形式啊。哦，見機行事。相機形式。這就是這個意思。我們再練一遍哦。看菜食飯，哎，看風出船。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來 DIY 了？可以了，哦，看自己水系給它 Q 咪來做調整，看你要比較酸還是比較甜。這個叫五行蔬菜，各種顏色，對，增添它的美感。營養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像乳酪絲一樣哎，對不對？哎，懂講哦。好美，好美，好美。那醬呢？我們有醬？一點點就夠了，對不對？那個安妮比較厲害。農場之女。對，因為我都做台菜的。好來，盤呢？盤內，盤盤內，好，老師先。按吃誰？我這麼說不客氣。不客氣，對，謝謝。哎，50聲音是不客氣。我可以了，謝謝。哦，好幸福，可以吃菜菜。太好吃了，對不對？劉太哥因為種有機菜，叫到家把一條命，故所就發現愛推廣有機菜，本大家都做得適度康健，故所就會有亞洲農場嘅誕生。
你要两个啊，莫伫个变鬼变怪啦，假去天数保重啦。对，你看，真的很漂亮哦，好美哦！而且他们都要称到那个足数，那个克数要足250克。包装厂工作的啊，要比如说应征人的时候，身高为优先，太高的不行，不行，所以你不能在这边上班。我不能在这边上班吗？他说你太高，这样我腰会很酸。哦，对。那如果我他说我这样矮矮的我可以。这样。哇，我好准啊！安妮，你看，多出0.5而已，漂亮，包起来，老板打包。好。先生，那你教教我们安妮，你这个包装，包装，哎，包装，好漂亮哦，漂亮。安妮他们说你懂奖，懂奖就是很漂亮。安妮懂奖，安妮懂这个还奖，不够哦，是哦，最漂亮的还有最漂亮怎么说？亲奖。你是懂奖，我是亲奖，对，我你这样就讲我就就对了。想说，对，但是我忘了。要踩哪里它才会动？这样子吗？是的。动。好棒哦！哎，我成功了！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，缠缠绵绵到天涯。你是风儿，不动了。安妮他们说你懂奖，懂奖就是很漂亮。安妮懂奖，还有你懂这个还奖，不够哦，是哦，最漂亮的还有最漂亮怎么说？亲奖。你是懂奖，我是亲奖。对，你这样就讲我就就对了。想说，对，但是我忘了。安妮懂奖，去卷亲奖，去卷。亲奖，对，真的吗对，这这样哦样子就对了。哎，莫留到安妮他唔识咯，唔看佢啊，一條那劍邊劍嘢話嗬，誒見不嘢鐵棍嘅任務，說安妮種菜種蔬菜咧，唔過要平自然放來，知道但比咩冇人計較啦，上而高關，一撒下來一關馬到成功，哇！誒霹靂椒啊出現嚟啦！聽呢隻任務馬到成功，佢哋就會喺醒目嘅一隻馬場，一片嘅馬係當家出國比賽拿金牌，還設啲天涯聶隱娘地波演出咯。很多东西啊，很多。好多哦，好多證書哦。好像很多建議來拍這裡。對啊，好然後厲害這個頭子應該相當的大哦。嗯好了，我們今天看到這樣子的背景，跟我們等一下要出的任務有關係哦。我們就來捏木哈好哈巴嘍。等一下要一起玩胸哈告，胸下搞， Q 哈搞 Q 哈搞，胸下搞，那在哪裡玩呢？哪裡呢？在那 V，對那邊，在哪裡呢？ V，好，你敢不敢啊？你干麼？你幹麼？你幹嘛？你在怕咩？啊，講乜嘅？我幹嘛嘅？你幹麼？我幹嘛嘅？哦，這個好哦，這個對，就是要維持這個氣勢。哦，好，喊好告哦，喊好高哦。很好玩哦。哦，可能是用得夠咯。哎，我們趕快走吧。走吧，喊好好期待哦，走吧。哎呦，唔看啦，一講啊到馬嘅嗬，千上馬嘅安妮哦，就聽到米嗲嗲啦。一件馬場嘅馬嗬，本然照顧都當好，喺你邊數係用開放式嘅插門設計，要當發嘅空間老菜講。天意館嘅專家范陽前教練，做馬嘅工作要10年嘞，然後馬嘅互動都當好，產生嘅信任感情，每本騎馬唔單止係一項運動天天咯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先生，媽，為什麼可以這麼漂亮？哇，他的毛好摸，真的。比我的還要細，我該要護髮了啦。nhiệm vụ rồi ạ, nhiệm vụ à, xuất nhiệm vụ. Ha, 出nhiệm nhiệm vụ. vụ. Các
见朋友啊，要做马嘅嘞？哦，看马莎先会上马。我说看谁先会上马，我们要上吗？是那么高哎！我们要上它。一刹走在门上嘅门梯。看用来什么？有三个关于这个问题。对，是的。先上嘅人啊，走在得到。得到马冲1年的免费。哦，1年免费可以的。随时想来骑就骑。嘿，这匹马呢，叫做公主。公那我相主。信她跟你一样，她刚好也是公主，我一定很温驯的。哦，啊，公主。公主对上公主哈。然后他在我们这边，他的个性非常的温驯啊，所以他在这边的课程啊，学员都预约到满哦。如果你要的话，要得到我们1年的免费招待券的话。我好想哦，我需要，我不是想要，我需要。你需要骑马，对，我需要的，我好，这是我的梦想，真的我真的假的？很想，真的。你有好多梦，还是你不要比赛吧？没关系啊，我就骑。你在上面帮我拍照好了。我帮你拍手好了。我跟自己。喂，哦你呀，你要踢歐拜啦，前晚做唔得邊度眼夢嗬，你食到客家甜心，我冇干冇實哦。注意哦，教練我開始上課了。那下次啊，如果看到进场的时候，看到马耳朵往后的时候啊，就要特别小心哦，因为他在注意你，他在警戒你。真的吗？对，所以他在耳朵往后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要离他远一点点，哈，稍微观察一下他是怎么了，他可能心情不太好。哦对，那马碰他最喜欢人家摸他哪里呢？就是脖子以前哦，哈，我们可以拍拍他，拍拍他。他这样很舒服。他这样子很舒服哦，真的啊摸他就很舒服哦，对。我们要让他知道说我们在他后面就可以拍拍他哦，哈，要让他知道说你在他后面，对，你不可以突然的告诉他。教练，对，不可以突然。我们在俄罗斯从小时候说，你的人生不管怎么样，你永远不要在马的后面。对，答对了哈，所以你要让他知道，不然的话你不要突然出现哦，这是最安全的。他一定会打你，是不是？对，一定会踢。不管是多么温驯的马，他一定会。对，所以要让他知道就可以了，让他知道说你在哪。那他有的好朋友，他有踢过你吗？他没有踢过我，因为他的高端训练，他是训练他的马。他有训练过的，所以他不会乱踢哦。对，先生，咁馬，我用講客，唔講緊你。是講馬，馬，要注意講耳孔啊，馬耳孔，馬耳孔，做唔得到媽咪，媽咪，媽咪，不能在媽咪，在馬尾巴的地方，馬尾巴，媽咪，不能在媽咪後面。夜關嘅任務是去撈同高飛有關係，另外還有1年50錢嘅招待券呐。我你啊，想我養嗬，就會開加油的位哦。來人先來比，好，來你來。教練拜託一下，幫忙一下。可以問三個題哦。好，3個問題。第一個，你先。你先啊，我先你是老大，你先。我先就我先嘛。來咯。我的手跟腳都同一個問題哦。是。好，要擺哪？好，第一個腳擺在腳凳上面，2隻手呢擺在馬鞍上面。一、3，有。哦，踢了哈，然後騎上來嗎？哦。好棒！成功，馬都成功。第2個問題，那按鈕哪樣可以比喻臀？抓韁繩，緩緩的走。我們那第2個就是說抓好嘛，對，抓方向嘛。第3個就是說讓他加油門哦。加油門。是。好。腳要加油門。要踩哪裡它才會動？好，踢一下，答對了。這樣子嗎？是的。動。啊，對。好棒哦！我成功了！你是風兒，我是沙，纏纏綿綿到天涯。你是風兒，不動了，我是沙，纏纏綿綿到天涯。好棒哦！好酷哦！我会摔倒了。他等一下会不会很快？哦，他很快，他很快了，他太快了。公主，我不敢太快，时速2就好。可以了，
下马是不是不在第3个问题里面？所以我下不了马。对，你下不了。不能问的我下不了马了啦。实在係好笑喎！啱大嘅甜字嘛，因為諗問題都滿槍上嘅啦，一下講嘅嗬。哎呦，夠咧，你就去救佢啦。右脚转过来这边，这样吗？跳下来，滑下来。跳下来。啊！再来，再来。厉害厉害！好啦 ，enough。哎呦，拍拍他一下哦，谢谢他哦，来。拍拍我一下。谢谢他，你要去谢谢大小姐。谢谢你，公主。好棒哦爱你的什么你？好，我现在压力好好，接下来大，换发现他流来汗。你了。换我了，现在我来好，踢。好你了。挑女孩子就像挑马一样，精挑细选，对不对？爱马的人不会啦，对啊，你看我们爱马，小宝很喜欢。然后我爱马，然后我穿着比基尼在海边这样子，然后我头发飞起来这样看你。那他从马上跳下来。不是，它其实是它的主题呢，为它设计的主题是为爱走天涯。对，所以都是他今天为了爱。你看，我今天爱马，他只要看到我爱马，对他爱我，就这样。那完蛋了，整个都花痴掉了。我第一次看到外国人好花的哦。换我了，现在我来踢好，啊！你了。欢迎哦，欣赏欢迎哦。怎么啦？你们怎么啦？来了。先好哎，你先来学客家话。好哎来，哈哈发。你干嘛拿那个？因为我发现你不对的时候，就要往你的屁股我觉秀过去。得他现在成功很有自信，有没有？你们发现吗？我现在拿到成功了，我很就好开心像一个。老大，对这个，当教鞭啊，对这个可以当教鞭。来，赶快学当教鞭哈哦！为爱走天涯。我们骑马可以在海边骑。嗯海顺，开心。哎，海顺。海陆的海嗯孙，那路边呢？我们呢？芦笋，露芦手，笋，哎，芦笋，芦笋，好，哎呦，这真正的拍马屁。拍马屁，真正的不能马看屁小心，拍马屁，拍马屁，拍人的马屁的托人，同你，托人，哎，骑这个马呢，人和动物要一起配合，匹合，批合，配合，哎，配合，配合，批合，好，对，走的时候呢，行，行行，行行，哎，行，好，嗯跑步呢，走，走走走走，哎，就讲走。好，哦，骑马最重要一个，唔是行，唔是讲，唔是讲，哎，他是海陆的，哎，啊唔是讲，你很自然就说海陆人了。对呀唔是讲，不是讲，我有，骑马唔是行哦不，是讲唔哦，是讲，现在安妮要唔是讲，对，现在公主与安妮就是你的好，朋友，你的电好不好他了？？换你了，我准备好了，唔是讲，不是讲，哎呦，安妮懂有信心呢，你騎馬之前喊自家來做秀，唔過有一方面嗬，確實要比甜心還較講得位，嘿嘿。抓铁抓铁，扶后面，你看我都不用别人帮忙。动作哎呦，可以，你都在我旁边好不好？不要离开我的身边，你一直在旁边好不好？我霸道不行，你知道吗？我会有的按帅气人的行业的，今天跟范教练讲啊吼，叫他一直在他旁边，不要离开好不好？他很怕。继续看下去。讲都会戏哈。我哪里怕？哎，我不是，我是说徐老师会我怕，我说徐老师会怕。我说的对吗？徐老师就会怕。讲都会戏哦。是干，你是这样，你这么说我很勇敢。勇敢，勇敢，勇敢，爱勇敢，哪勇敢？来，哪勇敢？外公一隻安妮啊，唔省省就會21紅番的啦，明明就講到不會死，一看那都講條，還擺出當獎嘅 pose，本100分啦。教練，我想教練，教練看得到，Oh my god，我能騎馬，哇哈 ，My god，你们都看到了吗？我在骑马。有，海豚看到了，我好帅哦！
我在干嘛？还好吗？厉害！教练，教练他太快了，教练拜托了，拜托不要离开，你们不要拍这个，你们拍我很帅，好不好？嗨，很帅，没有拍到，换代。加油！那我现在要很帅气下，怎么下？那个右脚先放，看过来，你们在拍吗？拍惨了，靠在马上面，趴在马背，跛脚，对，趴好，趴着，撑着，先趴着，靠在马上面，哦，好放下，哦，而且靠在马上面。谢谢。最近一点下马，成功。眼看哦，一隻安兒啊，當有可能會拿到50錢嘅招太錢咯。唔過啊，千算萬算，依然冇算到慈先生一隻長牛劍啦。 10张会有8张的毕业金牌。哦，你还会挺爱了，怂稳哦。好妙，还会吹口哨哎他。我们的徐老师是你们是新屋马场里面年纪最大的，啊，对对对，有史以来对不对？老师好破纪录了，泡数，泡数，干嘛？小心！哎呦，你小心哦。老师你要小心哦，你那个屁股下来我没办法哦。哎呦，好棒哦！好嘞，过去一边哦。好，来，海边，開順，会送，開順，好，魯順，路送，魯順，拍马屁，學馬屁，跑马马屁，屁，學馬屁，學馬屁哈。好，然後通過咧愛批合，批批哈，合，哦，批批合合，你同马尔批哈，嘿，嗯，好的，行，走路行，行，跑步，走，走，对，走，好，怎么样啊？这个最后一个，不夹，啊？I'm doing gap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哦夹。哎你，通告费没了，好，等一下，再给我一个机会。是，夹，唔是讲，是夹，对哦，差不多了，这样。哎我骑马还不会冒汗呢，我听到是，夹，哎呀，对了，我们是夹，是样，好，这样。徐老师说俚语露骨演哎，绎，露骨演繹，嗯，前面講嘅啊，拿兩馬沒有關係啊，你看好，人講離，人講離，馬講扁，馬講扁，那個就會扁扁扁嘅，扁，好，門呢講方言，門內講方言，嘛個意思那啊？等神奇哦，嗯，一種人講一種東西，嗯你看人怕理，人怕理，哎，你跟他講道理的話，嗯，他就沒有辦法，沒準兒，嘿，所以人講離，馬呢怕馬鞭，馬鞭，马把鞭，嘿，馬鞭，所以他現在很恨你，你手上拿着馬鞭，干嘛呢？所以馬講鞭哦，門呢就蚊子啊，蚊子，蚊子呢怕火焰，蚊子怕火焰。這個道理你知道嗎？我知道，一種人怕一種東西。一種人怕一種東西。那看我再念一遍哦。哦，人講離，人講離，馬講扁，馬講扁，門呢講方言，門內講方言。懂意思了？懂。好，總之我們今天最開心的就是我們已經上馬成功，哎，所以我們已經馬到成功對了。呀謝謝。你看看，這還有跪馬的痕跡，有沒有？對，我剛剛一踩上去。我連穿衣服比較適合，你知道嗎？你這樣好可，就是好笑哦。我這樣穿衣服就很適合騎馬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講，這個好看不代表厲害，對不對？就是代表厲害。我剛剛上馬就很好看。你覺得你會贏是不是？我不太想跟你講話，真的。拜託你來上我的節目，不太想跟我講話，你搞什麼鬼東西？你什麼東西啊你？因為這邊是贏的人，這邊是輸的人，所以我不要跟你講話。老師，哎，你兩個一個是西洋人，一個哎，川普你知道嗎？你得罪了我，就等於得罪了整個演藝圈。
你真的很敢拿你的演艺生涯来跟我赌哎，对吧？好了，你是开玩笑，你可能是搞你我告诉你，老师，我快生气了。我比你什么？你快生气了，我整个人都火了。糟糕了，我再忍耐一下，我真的会。任务课再看。我要问什么我都不知道了，忘记了。哎，气死我！这头发都乱了，比马毛还糟。哎，你不要吓到人家老板了。不会，老板可以继续吵。对，真是的，你看两个女孩子照的话，最好看的画面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还是要请老板，对不对？讲讲他的故事啊，他的背景，他的辛酸史啊。当时怎么会想说成立这个马场？主要呢就是当初呢就是喜欢骑马，然后呢就是一些同好，那就是因为刚好这边有一块地嘛，那我们就在这边盖马厩，然后把大家的马都养在这边，那我们就是负责就是照顾这一些寄养的马。那假日的时候我们会把马运到海边去骑，这样。让它运动，让马运动，训练。应该是把妹比较多。把妹真的？马把妹还是你把妹？如果是我看到你们在海边骑马，我一定会嫁给你。那一定的，因为你看我骑公主到海边的话，人家不确定要你都可以，我都可以。啊天哪，你怎么那么不挑啊？真是的，这喜欢骑马的就是都很热。传说中的 David 不是这样子的，我听说哇，什么很挑哦，挑女孩子就像挑马一样，精挑细选，对不对？爱马的人不会啦，对啊。你看我们爱马，我们小马我们喜欢。然后我爱马，然后我穿着比基尼在海边这样子，然后我头发飞起来这样看你。那他会从马上跳下。不是，他今天是他的主题呢，为他设计的主题是为爱走天涯。对，所以都是为了爱。你看，我今天他只要看到我爱马，带我，就这样。对，都是完蛋了，整个都花痴掉了。我第一次看到外国人好花的哦。他今天只要在路上看到是男生，他都 OK。我刚走过去有个秃头的，我们今天在路上没有看到男的，他就说他那个好爱哦，他叫我过去。不要听他，他就是不喜欢我，觉得就是这样。老板刚刚坐在那一边椅子那边的时候，他就有听到说，我好害怕马，我超级不喜欢马。没有，我没有。从俄罗斯来，我第一次在台湾看到马，我超讨厌马的。马是超可怕的，为什么要介绍这个马场？我有个办法。你要喜欢，你要拿到那个哈。你们的主持人好恐怖哦！不要激怒，不要激怒我。你要拿到招待券哦。这边刚刚我们学到了3个词汇。来吧。这拍什么屁啊？不是拍马。你的声音好好听哦，是不是？Q 弹。你的屁股还不错，Q 弹，真的对。家下这两只西门女的战争吼，实在有那第二强的啦！眼看好铁先生的顺号强强要点的，到底卖你会养多强呢？家下就唱跳家来公布哦。那今天这个奖呢，我很公平的，我把它颁发给你。你敢不敢？干嘛给？干嘛给？你干嘛了？你干嘛给？你干嘛？我记得你干嘛了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给？不配死！你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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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感冒了？你干嘛？那今天这个奖呢，我很公平的，我把它颁发给这个老师。对。棒！你看，好，来，掌声鼓励鼓励鼓励，来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好开心哦！因为我是不要跑，不要跑。因为真的在我们台湾这个马术运动哈，他要骑马像老师，对，年长这么大还能这么轻松吹口哨的不多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台湾人的观念比较保守，所以几乎年纪大的就比较不敢去尝试这个运动，所以我把这个奖颁给老师是很公平的。对。然后你们2个也不要灰心，因为我们马场本身它不是以盈利为主。对。那我们假日也会很多那一种，都是在园区上班，不然就是一些老师啊什么，他们放假会来马场打工换骑马，一样也可以享受到，而且可以更了解马。所以你等于是搬了1张出去，你换了2个工进来的原理吗？大概是这样，大概是这样。甜心嘛，人家反应比较急的呢。不过一个安上马的儿女，
当初冇拍加速亚嘅结果，喊你给发现啦。怎么样？给你送的，给我什么？哎，给你半年，他半年啊，那明天就可以来。不用。那个你不用，我有。不，哎，你不用你就不用啊。你再说。我客家甜心呢，想说那么好心有没有？连我的半年份都给他。我很认真听。我连我的半年份都给你。你也是吗？一个俄罗斯那么，我不要，半年还我。好了，给你了。送给都给我吗？对，好不好？让你过瘾。你敢亲吗？都不能呼吸了。谢谢老师，再抱一次。啊！哇，不能呼吸了。你控制一下你的艺人。谁啊？谁明天来上课？我。后天谁来上课？我。这礼拜每天谁来上课？我。他有点疯了啊！恭喜儿女，愿望总算太顺利哈，嘿，顺利拿到招太姐，每个月听一关。至于第三关讲到长人，当然就跟老客家之民有关系啦。王必正先生係國際有名嘅整體操行專家，高陽明農人，成為老客家元素用喺流行世界上。快見啦，安妮，今日來到啊，一幅圖咯，唔係嗰啲跟我杯啊棒菜，一騎馬嗬，哎呦，搖呀用啊，搖呀哦。今日我看斯文的哦。我們現在在這個時尚的境界，要保持我們的氣質。我們來到這個地方呢，我們來春鸚鵡咯。等下當個人打扮都講哦。你上完。好來。鸚鵡哈。鸚鵡哈。春鸚鵡。春鸚鵡。有一款的鸚鵡呢，第三關鸚鵡美豔絕倫。講到長年啊。講到長年啊。有冇做乜嘅啦？係。今日哦，我來講形容上夫跟客家文化的關係。第三關嘅任務啊，是喺製作單位針對兒女進行設計哦。因為想加做台灣新橋哦，當然我有一輛有特色嘅形容衫啊，一條給王先生設計嘅禮服，拄好針對高雄展覽結束，就停定運到台北來，我本任務下嘅觀眾朋友看看啦哦。那安妮呢？有想好嗎？你出嫁的時候要穿什麼樣子的？我還在想，但是我覺得一定要比較特別，一定要比較特別，是不是？那今天帶你來到這邊見我們的黃大師，你以後就會有概念了。然後因為本身係客家人，俺係做客家文化的，所以一定要添入到俺的呢。客家跟演對不對？就在我身上了。哦，客家妹耶。俺的南山做一些改變，俺的客家一個客家話布的立體的繡花片，其他些，因為特別俺的南山還在做工作的呀。啊，因為俺的講到新娘禮服，嗰些比變那個奢華，個喜氣，關於俺的嗰種形容法，安尼啊。你看安妮做嘅吼，就是為俺的量身定做嘅合身啦吼。布料嘛，有一些彈性，但是佢安妮上鋪做起來，但是而家化妝同髮型唔前做，加條眼都帶來做造型。整體造型除咗衫褲、彩妝，咪係當重要嘅一部分。王先生用輕型嘅技術 HD 噴沖造型，本粉底魚圓呢一層一層嘅對貼，本彩妝行較多變化，每本彩妝行較正嘅。鸚鵡客。鸚鵡客，學客花，學客花，好，今日讓抽型的缺這蛋糕，做頭髮，挑拿模，Sophia 幫你做的，挑拿模，這做一些抽型，抽型，好，着衫，穿衣服，着衫，要裙嗬，着裙，唔係着裙嘅哦，衫裙，做乜嘅唔係着裙嘅啊，將細嘢嘅細嘅那包腰布那包裙嘅，着裙嘅，喺度着裙。那你頭髮冇幅度呢？你咧點樣啲着裙咧？係有的東西你平常冇意注意，戴帽嘅，戴帽嘅，好，設計設計。設計講得很好，很有趣，我們說當神器，
董神七，嘿，董神七，好。你學客家話嘅時節，兒兒嘅操件你會完成咧，真係可以動搖提升呢。哇，蔣奶奶蔣嘞，奶奶的，哎，蔣奶奶哦，蔣奶奶，蔣奶多長你呢？看剛剛新發爸佢，好，先把媽媽葵啊，來走一下台步來。很強哎哦，你現在心情一定很開心，對不對？那我現在就讓你更開心一點，好不好？你要給我禮物嗎？當然啦，來，拿出來。哦，你不好。收禮物。我跟你講，這個考過了以後呢，增進你多一樣語言，是不是禮物？對，加油！好，來，抽考就好，抽考就好，是不是？醋，吃，姓什麼？老師姓什麼？姓什麼？香马个，啊，香茅。香马个，你敢不敢？干嘛个？你干嘛了？你幹嘛？我記得你幹嘛了嗎？你幹嘛個？我不肯洗。你幹嘛個？你幹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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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感冒了、啊？你幹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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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好，這個很有趣，我很會。董神奇，呀。哦，董神七，你知道我怎麼記得嗎？怎麼記你說得？很生氣啊因為有東神監視派，是不是？然後他們生氣，東神氣，然後意思是很有趣，是不是？東神氣很有趣，這樣。哦，難怪你這一句你當作很生氣，比你感冒還要。比較冒對。好啦，我們剛剛是騎馬，對不對？拍馬屁，跑馬屁，放馬屁，碰馬屁，碰馬屁，也不錯了哈。好，OK 了。按照的哦。這樣可以嗎？過關，恭喜安妮。哎，我還有一個更大的禮物在後面哦。還有更大的禮物。面太太後大班，面太太後大班，腳太太踏梯穩，腳太太踏梯穩。這什麼意思呢？就是叫，其實臉大腳大的呢，不用說自己感到自卑啊，自然就是美。每個人都不一樣，但是每個人都很美，對很帥。對，而且呢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對，所以你看腳大的人，他做起農事來是跟人不一樣，對不對？腳小的人都不穩嘛，對不對？安妮，你上了我的任務課之後，你有沒有覺得哇，你的信心大增？我今天覺得一整天都很感動，真的嗎？因為第一個是，我就是會碰到你們客家文化，對我很好，讓我穿這麼漂亮的衣服，幫我化那麼漂亮時尚的妝，所以整天都很快樂啊。真的很快樂，謝謝你。所以黃老師，今天，安妮到底有沒有闖關成功呢？我覺得他真的很棒哎！你來台灣才5年而已，所以你未來如果留在台灣的日子越長久，我發現我就可以肯定你學台灣的文化會越來越精湛。我希望，好不好？祝福你，謝謝你來。恭喜安妮今晡日挑戰義務課成功。其實今晡日安妮來學客家話，未伴大家帶來當讀嘅快樂下，唔管發現有標準模，在當家練習。最後一日，聽錯這類講當流利嘅客家話，觀眾朋友唔未做得聽好個，義務課下，下禮拜見了。